今日8月2號，全民運動日，香港仔遊艇會咧就舉辦一個獨木舟旅程去趟波洲，活動係免費嘅。雷暴警告，去到9點半，而家黃雨，而家落船，坐呢個船過去趟波洲。而家開船過去趟波洲，最出呢個就水上樂園，陸遊卡就2蚊雞喎，平日1至5，最上呢個就係海洋公園啦。哇！有幾個海蝕洞喎。船程大概15分鐘就嚟到呢個趟波洲啦。嚟到趟波洲 Midland Island 啦，而家上岸啦。好，出發啦！留意龍舟比賽，我哋有活動範圍，可以出呢個黃色5個牌。翻嚟啦！俾啲力啦，都唔喐嘅喎。出力出嚟，爬嚟呢邊啊！你又快啲啊！最出意嘅就係香港仔遊艇會嘅碼頭。我沖嚟沖湯係嘛？